来看云林虎尾消息，咱将近3个月啊，这个虎尾啊长照关怀中心总算伫这礼拜会使恢复上课啊。佮专工请长期热心公益、传道做馒头的进宝仪翁某，甲大家做馒头，每一个阿公阿嬷拢表示讲真怀念上课的感觉。这里老师早。 甲上课的老师问好，但未3个月，这礼拜开始，虎尾亚长照关怀据点总算开始恢复上课。真欢喜啊！休3个月啊，今仔日头一遍来上课。非常欢喜，我昨暝拢无困。真的假的？真惊诶！我们没有在这里哦，我们都会想念呐。这里是很好的地方啊。在家里无聊嘛，出来上课有大家那个姐妹哈，兄弟姐妹大家一起哈，在一起很好，有说有笑。这摆邀请全台环岛做公益的进宝仪翁仔某，甲大家做馒头。除了互时大知影馒头的做法，嘛互因家己动手来做。看到时大转来上课，老师嘛替因感觉真欢喜。最重要，阁有因的朋友，所以足期待来遮佚佗。 因为已经有真久无和大家做伙上课，所以这摆伫做的过程当中，嘛互时大来做运动，这嘛互大家感觉到真少年。今日哦做这碗头，我感觉做了吼做心得的，因为伫厝我唔捌哦做工课啊。食到73岁，头一遍做馒头，感觉足新鲜的。 长照据点唔但互时大会使欢喜学习，上重要是佫会当联络感情。期待恢复上课了后，会使有佫较侪阿公阿嬷做回来。